后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卫福部长陈时中互人压料。去年的6月参加聚会唱歌，无挂喙罨，疑似阁有小姐来帮忙倒酒，阁有人来指控，讲这个陈时中当时有入室内的部分，但是并无翕到影片。虽然陈时中来背回讲，伊无来违反到防疫的规定，不过今仔日阁有新的影片流出来了，指控这个陈时中进前参加到医疗界的聚会。 无挂喙罨，嘛无保持着社交距离。到底这个影片流出来，这个事件背后是毋是有政治的斗争呢？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这是中国有计划一波一波要来打击着全世界做甲上好的这个防疫团队。唔知乡亲你的看法如何？ 卫福部长陈时中伫台顶唱歌，甲其他来宾徛甲正哇，无挂喙罨。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碧玉办公室主任田宏伦也了讲，这是今年11月初到一场医疗界参会。去年6月，毋是3级的警戒期间，陈时中冇唱歌的影片，敢若有小姐咧陪酒。不过伊强调讲，这无违反防疫规定。 这个就是有点像商鞅变法，那你商鞅有没有自己遵守法令？这个假讯息传出来是从中国方面，而且这样子有计划，一波一波的在打击这么辛苦防疫做到世界最好的防疫团队，实在很不应该。陈时中的声势真好，影片被少年帅公开，国民党怀疑讲，敢会甲民进党的内斗有关系？ 政治的一个操作手法非常的直接，我也不会在这里去加码，表示说这个是党内或者是党外的斗争。扫到风台尾，也有国民党立委赖士宝，甲陈时中做唱歌的长头毛查某囡仔，明明是某一个人力银行的前执行长赖士宝讲，这个应该是陪人食饭的小姐，安尼一个讲，和民进党立委的批评。 言论觉得非常的唾弃。头发这么长，应该就是饭局妹这种话。 对女性非常的不公平。我讲的是在饭局内的特定长头发，就陈时中啊，就拿我记起，没关系。陈时中无挂喙罨伫唱歌，这个影片连环播，想要到煞引起哪里立委伫对呛。